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大秦天下，哪怕是大王，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。你管得了大秦，管不了我翟里。大王，这是昨日刚刚从咸阳城送过来的，尝尝是否合意？尚可。嘿嘿，据说呀，这酒是咸阳城里最好的酒，但兄弟们觉得还是没咱草原上的马奶子酒香。那是当然。草原上，天高云阔，八荒六合，撒开马缰绳，哪儿都可以去。这酒里是有风有雨，有滋有味儿。可秦人，哼，一直生活在城里，围墙连着围墙，一重重的门，一重重的规矩，怎么可能酿出好酒？对，那是。大王，现在虽然说我们已经搬到城外了，可这营地啊仍有故障，仍是不痛快，像个羊圈一样把我们圈在里头。我们义渠人是草原上的骏马，不是羊群。你们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。可大秦给了咱们一群人好处，让我们部落里的妻儿老小衣食无忧啊！兄弟们，就算是为了我们草原上的百姓，做些忍让吧。大王，我听说把我们迁到城外的主意不是太后想出来的，是那来自楚国的黄公子想出来的。不可能！大王，虽是道听途说，但像个黄公子的心术。人呐，过来人！不知义旗军大驾光临，小的有失远迎。楚国的黄公子，黄歇在哪儿？黄公子可是我们这里的贵人呐，宫里常常都有车马迎送，不是太后要向他咨询国政，就是大王要向他请教学问，让我们这些小小医馆蓬荜生辉呀。我问你人去哪儿了？今日黄公子是被雍大人接走的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何时回来。好，你去备些酒菜，我就在此处等着他回来。罪过罪过，让义渠君久等了。黄公子是贵人呐，见你一面，自然不易。哎呀，义渠君笑话，你才是秦国的贵人。燕国一别4年，你依旧神采奕奕。既然公子回来了，你我先喝一杯。好，正好我也渴了。干！黄公子，草原上的人喝了酒，有话就不藏着掖着。我有一事不明。义渠君请讲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当断则断。当日在燕国，我走得义无反顾，那是因为月公主决意要跟你走。可如今，她已成为我的女人，你为何又追到秦国？义渠君此话有误，我是楚国臣子，质子陪同，此次是奉楚王之命来秦国陪太子恒的。你我心知肚明，既然是楚王让你来的，那就告诉他，让他换个人。你可以回楚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你。啊，你不喜欢我？莫非你是疑心我与太后有私情？难道不是吗？月儿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你若真的是倾心于月儿，就不该如此心胸狭窄。月儿，月儿也是你叫的。抱歉，自小我就这么叫的。眼里不揉沙子，你给我立刻离开秦国。这里是咸阳，
谁去谁留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不是我说了算，那谁说了算？自然是我。太后，大王，皇公子免礼。我与大王今日午后去你营地犒劳将士，你却不在。他们说你来驿馆看望故人了，你又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来了半日了，跟黄公子小酌几杯。义渠君贪杯，率性而为，子歇不要介意。不妨。我与义渠君还有事要商议，就不多留了。走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走！出去。是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你为何不让那黄歇走？子歇是楚国使臣，该走的时候他自然会走。你若让他走，他会立刻就走。是，可我不想让他走。说真话了吧？你当然不想让他走。你跟黄歇之间有情有义，你哪里割舍得下他呀？你与他之间有说不尽的情话，才会日日召他进宫。你若如此想，随你。你舍不下他，你却舍得下我，因为我翟离是你芈月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之人。我芈月何曾怠慢过你？你义渠君又哪会甘心受人驱使？你是太后啊，当日你需要打天下的时候，你自然把老子放在前面。如今呢，我们一群人替你打下天下了，可你的眼中却只有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了。你说我翻脸无情，过河拆桥，在我们草原，这叫卸磨杀驴。你无理取闹。你是觉得心虚，你是觉得对不起我吧？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想怎样？自打我出了娘胎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大秦天下，哪怕是大王，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。你管得了大秦，管不了我翟离。如今你是大秦臣子，万事要有规矩。臣子，我不是你男人吗？好，我不做了。不做什么？臣子还是男人？老子什么都不做了。义渠君，翟离，回来！你太后，有事吗？义渠君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一早有人来禀报，说他带着几个心腹之人离开营地，回老营了。他果真说得出做得出。太后，按照您和大王的旨意，我和雍瑞等人草拟了在大秦境内逐渐废分封、推行县郡制的政令，由朝廷任命郡守。每年秋冬，县令、郡守都要向朝廷申报当年的治状，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。有功者可授奖升迁，有过者贬制免官。如此甚好，既可让朝廷旨意顺利上传下达，约束了旧族的权势，又能重用贤能之士，淘汰无能无用之官。楚离子辛苦了。为大秦江山，自当如此。
自大王登基，百废待兴。近日我想出门一趟，看看咸阳城之外的情形。宫中之事，就暂时拜托出离子和雍大人料理。不知太后要到何处寻幸？义渠草原。义渠国归降大秦最晚，推行县郡制最迟，想必挚爱重重。我想亲自前往，也算是安抚地方官员百姓。一路上鞍马劳顿，还真有些渴了。上马奶酒。义渠君过去总念叨，说草原上的马奶子酒好。朕过去尝过，觉得不过如此。今日尝了，才发现，果然别有一番滋味。能得太后的夸奖，真不容易啊！哼，这太后口味这么挑剔，而且时时都能变。义渠君的话有趣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有话与义渠君说。是。